个阎王听去吧！救命啊！英雄哥不过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孩子，却被当成了反贼。是我这双手把他送进虎口的。火影哥哥，有件好玩的事要告诉你。据说潘汝贞想强占醉月楼的姑娘，没想到反而被人家狠狠地收拾了一顿。这就叫恶人有恶报。哎，你不觉得可笑吗？他的事情与我何干？但是他想强占的那个姑娘，就是上一次和你在观音庙里私会的那个女的。我打听过了，她叫杨冬晴。听他这么说，冬晴应该平安无事了。你在想什么啊？哦，没什么。你想什么都写在脸上了，你骗不了我的。是不是杨冬晴的事？他与我无关。好吧，好吧，那就说件与你有关的事。我叔叔匆匆忙忙地回京了。义父回京了，为什么呀？叔叔为什么回京，那才真是与你无关呢。跟你有关的是，叔叔居然叫潘汝贞把你看好盯紧了，还把你抓回来的那个小孩交给了潘汝贞。什么？唉，想想也真是可怜。虽说那孩子是反贼的余孽，但毕竟才那么大点儿，什么也不懂。潘汝贞这个人又是心狠手辣，那孩子落到他手里，只怕受的罪比死了还痛苦。火影哥哥，你又去哪儿？啊！你们想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不啰嗦，起来，放开我！你们要带我去哪儿？放开我！关边哥哥，关边哥哥，你们放了我好不好？这么可爱，你们忍心杀我吗？废话，还有屁用？照样你得死！我讲故事给你们听，我在马上飞最爱听我讲故事了，我讲给你们听好吗？喜欢讲故事吗？那就讲给阎王听去吧！救命啊！英雄哥哥，走，跪下！大人，大人开恩呐！大人，负责看守牢房的可是你的手下？正是。人犯被劫，难道一点线索都没有？启禀大人，当时看守牢房的弟兄全遭杀害，所以毫无线索可查呀。你的手下玩忽职守，你身为校尉，也难逃连坐之咎。大人，大人开恩呐！大人，来人，绑出去，斩了！大人开恩呐！大人，大人开恩呐！人犯被劫，我正好可以将此劫狱罪名全部嫁祸到叶红影头上。来人，在，全城发榜，捉拿叶红影。英雄哥哥，刚下完雨，别着凉了，你还是进来吧。离我远点儿！英雄哥哥，你怎么了？我叫你离我远点儿，越远越好，你听见没有？可是我担心你，要不然你会生病的。我用不着你担心。可我们是朋友啊，朋友就要互相关心、互相帮助。我不需要你的关心和帮助，因为我们不是朋友。你骗人！那你为什么要救我？我从来就没有救过你。你说谎！如果你没把我当成是你的朋友，那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你是不是和马上飞一样，嫌我烦，不喜欢我了？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你。为了你，我已经成为一个不忠不孝之人了。英雄哥哥，别再叫我！
我不想再见到你。站住！醉叶楼你回不去了，你还能去哪儿？我想回家。啊！我家到了，爷爷。我家怎么变成这样了？爷爷，爷爷你在哪儿啊？爷爷，爷爷，爷爷以前就是在这里，每天教我读书写字，还教我做人的道理。可是我不听话，爷爷还打我骂我。那个时候我真的好讨厌爷爷，我好想再让爷爷教我读书写字，还教我做人的道理。我一定乖乖的听话，不惹爷爷生气了。英雄哥哥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也是个孤儿，我从来就没有掉过一滴眼泪，觉得自己可怜。你真勇敢。不，我不哭，不觉得自己可怜，并不表示我很勇敢。那是为什么？活下去，因为我很明白，一个孤儿要在这世上存活下去，就必须要比别人强。怎么回事？官府怎么会突然贴出告示，捉拿红影呢？英雄哥哥，你看，这是爷以前教我写过的字。忠孝两全，忠孝两全。红影，杨莲伯伯真希望你长大之后，做一个真正的忠孝两全之人。杨伯伯，我长大以后一定会做一个忠孝两全的人。忠孝两全。英雄哥哥，干嘛把爷爷教我的字给撕碎了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是不是跟爷爷一样，嫌我的字写得不好，所以给撕碎了？你写得很好。等等，英雄哥哥，别走！英雄哥哥，等等！我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了。照顾好自己，我得走了。可是你能去哪儿呢？这不关你的事。虽然我还小，但是我并不是什么都不懂。我想，你跟我一样都是孤儿，你应该没有自己的家吧，对吗？你的话太多了。留下来吧。我爷爷说过，家是遮风避雨的地方。无论你在外面遇到什么事情，家才是你唯一可以依靠的地方。这不是我的家。我们是朋友，我的家就是你的家。是衙门通缉红影哥哥的榜文。现在大街小巷到处张贴了捉拿叶千户的通缉榜文，我和清风特意撕了一张回来交给小姐。可恶！叔叔前脚才刚离开，这个潘汝贞就用这么卑鄙的手段对付红影哥哥。清风明月，跟我找他算账去。慢，小姐，不可莽撞行事。潘汝贞毕竟是朝廷命官，又是9000岁的心腹亲信，实在不宜得罪啊。是啊，小姐，有句话请恕明月不得不跟您直说：您对叶千户有情有义，
可是他对您却毫不领情，您这么为了他值得吗？都给我住口！我不管红影哥哥是不是领情，只要我能为他做些什么，就一定值得。我只知道，是要是让红影哥哥不好受，我就让他活得难受。可是小姐，都别说了，你们怕得罪姓潘的，我可不怕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！别以为你是巡抚大人，我就不敢教训你。姑娘如此盛怒，下官不知错在什么地方。我问你，通缉叶红影是怎么回事？哦，原来姑娘是为了本府缉拿叶红影的事情。魏姑娘，这可是9000岁的意思。你还敢胡说八道！我叔叔千叮咛万交代，让你和我红影哥哥齐心协力为朝廷尽力，你却接二连三地针对我红影哥哥，你心里还有我叔叔吗？哎呦，魏姑娘，你错怪本府了。9000岁临走的时候叮嘱在下，让我一定看好叶千户。据看守人犯的官兵回报，当时劫走人犯的人身手不凡，那很像是叶千户啊。你有什么证据？那暂时没有。既然现在事情尚未查明，你就发出通缉榜，强把罪名扣在我红影哥哥头上，你这么做根本就是居心叵测，存心陷害。哎呀，姑娘，你千万不要冤枉了本府。再说了，本府这么做也是为了魏姑娘您呐。为了我，简直一派胡言。哎，姑娘息怒。魏姑娘和叶千户情投意合，自然牵挂叶千户的安危。无奈这叶千户神龙见首不见尾啊！如此一来，本府只好出此下策，张贴榜文前来找人啊。找人？有你这么找的吗？